后面的图的图像是八仙。中央汉中里中汉朝的中里群，八仙。左边李铁拐大仙，左边牛仙姑大仙在左边，蓝彩虹大仙再往右半边，最右边李洞宾大仙，再来曹国舅大仙，白胡子张国老大仙，然后年轻人是蓝香子大仙，八仙，男女老幼富贵贫贱都有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，男女老幼富贵贫贱都过人生的苦海。对，三奇应了，大道降世，有缘人赶快求一贯道三宝心法，在世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改变命运，寿终能有，超脱生死轮回。感谢上天慈悲，心灵太极空间教大典。张天师，张天坛。我叫天师傅，天师傅啊！那样，有咩叫风吹落去呢？我叫落。英哥这高级就是搞个村庄啊，就个村庄。再远一点还可以看到太子爷宫的巨大的神像。
嗯，太注意，太注意，老一样的。三太子，梦到太子，天下太子，哪吒太子，目标太子，天下太子，六下太子，太上帝君，太上帝君，太上几个人，太上几个人，太上，不要提起。有太上无极本年真经啊，有关圣帝君的名圣经，有玉皇普渡圣经，哦，还有北斗星君哦，北斗也北斗也没有真经啊，星星呢，啊，太上无极老子老做了，太上无极本老做，三清有三清道祖、观音菩萨，有月下来，上帝主五财神，五财神，太岁星君。
太极子。前对离正，心可贵坤，先左半边逆时针，前对离正，那个右边顺时针，心肯贵坤。它那灯笼牛座上面斗笠，然后那个连柱形的孔状连柱形，然后下面灯笼旗子，那登高每一只登高代表一个村庄，5只登高代表9个村庄，西南西部9个村庄，它呢绕着登高走，绕着登高走，要代表。